可我依然相信，是否还会依偎在我怀中，叫我一声老公？活動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啦，好似排骨啊、羊肉串啊、臭豆腐啊，好多人都中意食嘅其他嘅各樣嘅美食啦。咁而我哋每一日咧都會有一個專題嘅。咁即係就星期五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有一個 night market 嘅字樣咧，係會着燈，咁就歡迎啲人咧就係去即係影個自拍啦，跟住咧就上載去呢個社交媒體咧，咁去參加抽獎嘅。这是爱敬阁商场第一次举办1年3天的夜市活动，其中网罗了各式国际的美食，包括有美式排骨、港式的臭豆腐，还有咸蛋鱼皮和夹心鸡蛋仔等。我们会在星期五7月26日呢，就有一个高达6尺的巨型 night market 的字样。欢迎大家过来自拍，然后就可以上载到任何的媒体、社交媒體，參加我們的 hashtag 標題大賽。其實呢一個80年代嘅金曲比賽咧，我哋喺2個月前咧已經招募咗一啲非常之唱得歌嘅精英歌手去進行呢一次嘅比賽啦。咁我哋呢個比賽咧會有2輪嘅，每人會唱2首歌，咁然之後係會10進4咁樣嘅形式去進入呢個決賽㗎。咁到時咧，亦都係 Canada Dry 贊助啦。咁我哋嘅獎金同埋獎品亦都非常之豐富嘅。到時希望可以有一個非常之精彩嘅表演帶俾大家。仲謙啦，咁佢曾經係得到呢個超級巨星嘅冠軍啦，同埋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嘅冠軍嘅。現在我們有請就是香港邀請過來超級巨星以及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冠軍廖仲謙為我們介紹一下。好 ，hello， 大家好，咁我係廖仲謙啦，咁可以叫我廖 Sir 嘅，係啊，咁如果有睇過超級巨星嘅朋友咧，應該都對我唔陌生嘅，係啦，咁今次好高興嚟到參加愛正覺商場嘅呢個活動啦，咁都希望咧當晚會睇到啲參賽者精彩嘅表演啦，咁而同一晚咧我都會為大家唱歌嘅，咁今次過到嚟咧亦都帶咗自己新歌過嚟，咁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這次過來的話，我們就是廖仲謙會帶來他的新的歌曲給大家去欣賞，而且當時候會有就是有一個。就是到時候會希望讓大家能夠帶來一個就是非常愉悅的晚上。咁喺11年，咁我比完賽之後咧，咁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咧喺TVB 嗰度做嘢嘅，咁不過就少啲參與啲音樂性嘅東西，咁就係拍劇啊同埋做主持嘅工作多啲。咁喺呢幾年咧都一直有做自己嘅生意啦，咁即係唔係淨係喺演藝線上邊做嘢，咁有自己教育中心啦。咁呢1-2年咧，最近呢1-2年咧。咁我亦都接觸啲金融界嘅東西，係啦。咁不過就係話好高興就係上一個年度去到今年啦，就有機會重新再去做音樂，咁就同幾個志同道合嘅音樂人一齊，咁就推出咗自己嘅新歌，係啦。莫說青山多障礙，風也急，風也勁。白雲過山峰也可傳情，莫說水中多變幻，水也清水也靜，柔情似水愛共永，未怕江風吹散了言愛，萬水千山總是情，隨山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